今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，有一个台湾人甲因老爸缀团去法国旅游，因老爸说是常常走无去，因为因老爸进前捌着访过，有影响到伊语言表达的能力，所以是赶紧伫网络顶铺文，希望大家会当甲伊斗相共。也若昨昏暗时啊，伊甲大家讲，已经有找到因老爸啊，一切拢平安，嘛感谢大家斗相共。失踪的时阵，穿蓝色的牛仔裤加深色的外套，4人的旅客带团去法国耍，所伫当地时间5月24早起，唔知什么原因找无人。旅行社随通报当地警察单位斗找人，不过超过40点钟拢找无人。主力人正着急，伫社群网站发文，好佳在伊的后生伫台湾的时间昨暗9点多报好消息，讲人找到啊。刚好自由时间，然后我妈好像要去一家甜点店，就是可能就去看一下，然后顺便买一个蛋糕之类的。然后我妈是跟我说，差不多2-3分钟的时间，发现我爸走失了，找不到人。4人的旅客即马伫咧边观察，有法度讲话，身躯顶的财物也拢无减。伊的后生感谢大家。一个外交部代表处加当地警察，一个通报民众这人到西，好代志圆满结束。整个法国的那个所谓的一个学习网都有上去了，我们公司呢也派了这个英文老师随时 standby。我们的外交部呢有24小时国人的这个紧急的联络的这个专线，出国的时候手机呢最好还是要保持畅通。乒乓协会讲，旅行社若是甲旅客单个外管，才有相关的法则。不过自由活动时间需要旅客家己有安全意识。有主要接待6名旅客业者讲，像这边拍无去的个案有中风过，影响讲话表达的能力是需要特别照顾的团员。假设若无先交代，旅行社也无法度知影。失智也好，或者是身体不方便的长辈一起参团的话，有怎么样子的状况，有怎么样子的生活习惯，然后都可以告诉他，然后让业者可以事先做一个预防。业者讲，旅客若是有失智或者是其他健康的风险，旅行社拢会请主力人陪去做人旅行，而且建议事先就要甲因讲因普通时的生活习惯，互旅行社会当机动调整行程，方便伫会当控制范围内降低风险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